阿们蒙哈里自己拉他，古代古民瓜里起里嘎瓜，没吃这大事，咱们大事，行啊有多拉古。有历史的话呢，普法爸爸听你谈的里起里嘎瓜啊，可或者故事出生啊。这里呢，没吃没米或者他啊，可让没吃，没吃或者是呢，一度古话是一直指老师是不他多例子。俺们呢有历史的话不，阿里是没吃面面或者嘎几嘛，这个别干呢。有阿他们他这嘎几都没吃么年天历史啊的，红木、白木、圆木、赤木，阿个几排，我帮没吃，我讲嘞，红木。没排骨，头驴。我白都嘛，我年没过，白都没吃米嘛啊，没吃嘛提示我白里呢，米妈妈他不都有白都嘛个阿弟嘛他了不？俺阿弟说，那我米妈提里嘛白我白阿弟白年呢，给我来试试找过来。在呢我你米白都没吃嘛了嘛，是在你白面是没吃着噻，阿弟说个来试试白毛了哎。